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碧纯，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。讲到健康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养生跟减重。那养生非常的不容易，然后减重呢，其实更不容易。对很多人来讲，这是一辈子都要努力的一个课题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这个减重有的人呢是为了健康而减重，有的人呢是为了希望能够年轻减重，那有的人为了漂亮来减重。但是减重呢，它的方式有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到底什么样才是正确的？而且呢，要有效，还要健康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减重方面的专家，还有几位呢是成功减重的见证者，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现在为大家来做个介绍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陈维义营养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您。好，接下来呢是陈鸳鸯大姐，她是见证者哦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陈鸳鸯。另外还有两位姐妹花，来首先介绍大姐是杜玉欣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玉欣。杜玉婷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婷。哇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，大家都其实非常关心，我本人也非常关心这个减重的问题啦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个人呢。应该说，我从20-30岁开始就一直都在努力的想要减重，哇，那试过各种的方法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听听看最正确的、最有效的、最健康的方法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来请教陈维义营养师。大家好。其实每个人都会问我说，有没有很简单、轻轻松松，甚至可以睡觉的时候就能瘦下来的方法？但其实答案是有的。但其实绝大部分的人，我相信在座的来宾，包含我自己，其实我们都一定有减重的经验。那基本上大家都是失败的。那即便他成功呢，他其实他也没办法持久。对，那为什么大家会想到减重就觉得好痛苦哦，我可以不要吗？甚至说我已经放弃了，我想说这辈子过了快乐一点，胖就胖吧。那其实为什么会那么痛苦？绝大部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不是要吃少一点？所以我有遇过一些例子是，比如说他想要减肥，说他一天只吃一餐，那甚至更极端一点，他每天都不吃，因为他希望说他1个月内他想要瘦个10公斤，那他每天都不吃，他就是只有喝水、喝咖啡或者是喝茶。那想当然这种方法当然是不可能持之以恒嘛。对，那也有一些人呢，他是觉得说呢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计算卡路里？所以他就是每天可能他自己做菜，然后计算卡路里，但算着算着其实不可能。我自己本业是营养师，我都不可能每一天都去算卡路里的，一般人怎么可能？对呀。所以呢，其实我最推荐的一个，目前我觉得最棒的减肥方式，其实就是168的间接性断食法。那什么是168间接性断食法呢？其实呢，我就是希望大家，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，那我什么时候吃饭呢？我8个小时内我去吃2餐，那最好我希望大家去抓午餐跟晚餐这2餐。那另外一个16个小时呢，我们就不要吃任何的东西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其实它第一个它不会让我们饥饿，那再来呢，它是非常非常容易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，所以其实这是我目前最推崇的168间接性断食法。谢谢。哇，营养师跟我们推荐就是168，其实这几年168很夯啦。对。那刚营养师有讲到说，为了要在短时间内减肥，所以其实说真的，因为以前我为了要穿上某一件礼服去主持一个节目、一个典礼，我真的是在1个礼拜里面减了5公斤。但是我是真的像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尝试，对，真的像营养师讲的，我就只喝水，然后其他东西都不吃。好，当时真的有瘦下来可是后面马上又复胖。还变得更胖好惨哦！好了，但当时上去呢，穿礼服是美美的，但是我就觉得说，这种方法真的不行，而且真的非常的痛苦，不能吃东西，然后身体也有点搞坏。所以其实168，这个方法听起来是真的，就是这近几年，其实我周遭有听到，都感觉说，很棒好，那168刚才就是营养师有讲到说，可能这个卡路里的计算。一般我们都会想说，是不是什么7700卡可以减1公斤，对不对？一般这样讲，然后大家可能你要每天去计算卡路里，其实我也蛮认真的，但是也不可能做到每天都这样子去计算啊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168它是靠这个算卡路里吗？不是，我们应该是说卡路里是很早期
每个人的一个观念。是，对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我每天只要吃的比我的基础代谢率还要再少，我就能减下来。对，当然是没错，但我不可能每一餐都去算卡路里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近几年来，为什么大家去推崇168呢？因为我们会变胖的最主要原因，其实是有一个荷尔蒙，它叫做胰岛素。胰岛素，大家应该都认识嘛，因为胰岛素会想到糖尿病，没错，就是糖尿病。对，其实就是胰岛素。那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说胰岛素其实跟肥胖有关呢？像台湾目前为止，因为精致饮食的关系嘛，然后台湾人最喜欢吃的主食就是白米饭、白面条。那有些人就会说，那我可以吃面包吗？其实面包它也是一种碳水化合物。那碳水化合物这种东西，它就是会让我们的胰岛素给升高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要特别教大家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位一天吃3餐的人，他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吃一天3餐的人，那我们人每天都要活动嘛。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跟主持人讲话，我是不是有在动？我的身体其实正在耗能。那所以我们耗能其实是我们会先耗掉我们的肝糖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一天吃3餐的人，所以大家看哦，我的早餐我吃了，我的血糖是不是升高？对。那我血糖升高的同时呢，我的胰岛素就升高。那我胰岛素一升高，第一件事情，它的血糖会去哪？它会把它补成肝糖。但我们的肝糖呢，它是有一个存量的。等到我的肝糖补到已经满了，它没有再办法继续补的时候呢，它会变成脂肪。所以脂肪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像早餐你吃的第一餐，你的血糖上来了，胰岛素也上来了，这时候它在储存肝糖。那第二餐呢，你的午餐可能吃的很丰富，这时候你的肝糖可能已经存满了。那你的晚餐怎么办呢？它当然是变成脂肪存下来嘛。对，所以其实人会胖的最大原因，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胰岛素飙升有关。对，它会存成肝糖，对，然后变成脂肪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就会推荐说，那我们如果是168，我们一天只吃2餐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是，所以我们早上睡醒，我们第一餐呢，我们就是在中午的，比如说我们的12点，这时候的12点呢，我们第一餐，因为我整整16个小时，我没有吃任何的东西了，所以我的肝糖已经都用完了，我是空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吃了第一餐，我开始储存我的肝糖了。那中间呢，我继续空着4个小时，大约在晚上可能6点左右，我又吃了晚餐。这时候的我呢，我又继续在储存我的肝糖。那晚上呢，我不吃任何的宵夜，我整个就是开始睡觉，然后又到隔天早上，我这么长的16个小时时间，其实我连睡觉我都在用肝糖。所以人家说睡着睡着也会瘦。哇！所以其实168断食法它是一个我非常推荐。那另外呢，也要特别提醒，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到，讲到胰岛素就是想到糖尿病嘛。对。那台湾其实是就是非常多人糖尿病，甚至也被笑称我们是洗肾的王国。那这个168断食法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我一天只让我的胰岛素它只会上升2次，所以呢，我的胰岛素我要让它休息。所以我的胰岛素不会因为我每天这样随便乱吃东西，我这样子上下，我的胰岛素它不会过劳。所以我一天2次的时间呢，我可以让我胰岛素充分休息。同时如果家里有糖尿病疾病史的，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的人，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哇，所以168这个间歇性的断食法，真的是说，对减重以外，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对，没错。哇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来了实行168这个减重成功的，我们有3位嘛，3位好姐妹。那我们现在访问这个鸳鸯大姐，鸳鸯大姐，你大概执行这个168多久的时间啊？我大概执行了6个月。6个月左右我就已经瘦了8公斤。6个月瘦了8公斤呢。我原来有脂肪肝，中度的脂肪肝。是。那这6个月以后，我再去检查就已经没有了。它就没有了。那我觉得这个到现在啊，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有在测，那到现在我都还不断的在做这个168的间歇性断食。那鸳鸯大姐，你之前有试过其他减重的方法吗？很多啊，很多，但是后来就是都会复胖。这个现在这个168的间歇性断食，我觉得最好就是都吃原型食物。好，然后其实我本来就很养生，对，但是用错方法了哈。那现在我就是一天吃2餐，然后我吃原型食物，然后不吃这些油炸品，那
再加上我用了这个公司的绿原酸的钢制咖啡，还有绿原酸的满足包，补充中间如果有一点饥饿，对，这样一整天都 OK。那云阳大姐，你有带来说平常你在吃的那个你自己做的便当吗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大概都怎么吃的？对，我大概就是放一点点的这个石谷饭，那肉跟蛋我都用白煮的，白煮的，对，那煮，然后还有一些青菜，就是一些叶菜类，然后一些其他种类比较多的青菜，颜色比较多。那这么多的菜色就是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石谷米让我们饱足感够，然后蛋白质也够，那些青菜就让我们增加一些纤维质，那蔬菜的种类越多越好，颜色越多越好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执行这个168之后啊，你觉得说，这个减重的方式它是很轻松的吗？很轻松，跟以前的那个减重方式比起来，我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到现在我都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你就是觉得这个是你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做得到。到现在我减重2年了，我都这样子持续。当然偶尔小孩子或是跟朋友约吃大餐也吃，但是如果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还是回来吃这样子。我喜欢吃这样的菜色。对，所以其实说真的啦，挑对减重的方法，而且要自己能够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。要不然呢，随便人家讲什么就去试一下，对不对？什么苹果吃苹果的啦，都不吃的啦，种种。其实我几乎2位姐妹花一直在点头，她们跟我一样可能常常在减，但是会发现说，那个可能一阵子有效，后面呢真惨了，越来越胖了。好，所以168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要请教营养师啦那像大姐她刚刚讲的，如果说我们都只吃这样子比较水煮的东西，偶尔聚餐也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对，就可以吃，但是就是平常大部分时间都要来168，没错。好，那另外的话，刚大姐也有讲到说要运用一些产品来辅助嘛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感到有点饥饿，或者是觉得怎么样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哪些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在168的过程当中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呢？有，当然有。基本上呢，大家都会希望我减肥速度够快，对呀，然后够稳定。我希望可以马上看见成效。是，对。那基本上呢，我就会推荐有几个，像例如说燃烧脂肪的一些材料，那我就有特别推荐，我很推荐的一个东西，它叫做绿原酸。是。那绿原酸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平常看见的咖啡豆，它是不是咖啡色的？那是烘焙过。那绿原酸这个东西，它是从没有烘焙过的咖啡豆，它会长像这样子，是绿色，它是整个是绿色的。那这种没有烘焙过的咖啡豆，它有一个东西，它就是绿原酸这个东西，它含量其实是最高的。那绿原酸的效果是什么？它就是会帮助我们人体不要去吸收那么多的葡萄糖。对，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饭后的时候可以来一杯绿原酸的咖啡。那如果绿原酸咖啡，大家想说，那市面上有好多绿原酸咖啡，我到底要怎么去选它？对啊，很简单，大家都会说我有绿原酸，可是呢，它的含量是多少？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，我们就要记得常常去看那个营养成分，最好是选择每一个营养成分里面，它都有特别标示说，我一包这个咖啡里面，我到底有多少的绿原酸的含量？那另外呢？还有另外一个2个我也觉得非常推荐的材料这2个东西也很特别，一个叫做洋车前脂壳，它长得是这个样子，它有一点像小小的麦片，对，这个东西它是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叫做天堂胶质，它是不是长得非常像黑胡椒？是黑胡椒。我们想到是有刺激感、辣辣的，对，这个东西它很特别，它会帮助燃烧脂肪，所以大家的梦想，希望我躺着睡觉我能瘦，就是要来靠它。那所以呢，在讲天堂胶之前，就要跟大家讲一个更特别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人他之所以会胖啊，其实就是白色脂肪很多，我们的肥油通通都是白色脂肪。那天堂胶质这个东西，它会活化另外一种脂肪，它叫做棕色脂肪。棕色脂肪的目的就是会产热，所以小朋友新生儿是不是体温都很高？对，能够因那卡松啥都会。其实这个俗语它是有缘由的。孩子为什么体温这么高？因为它的棕色脂肪非常的多。然后呢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不要在天气很冷，比如说寒流来，孩子失温而过世。这是人类的一个自动保护机制。所以呢，天堂胶质这个东西，当我们成年人吃进体内的时候，它就会整个活化起来。哇，对，那它为什么会长得颜色不一样？
因为棕色脂肪它之所以会是棕色，是因为它的粒线体含量非常的高。是粒线体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人体给我们能量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它一活化，我们新陈代谢就会整个拉上来。所以像我们看过那个 Discovery 的节目，熊是不是都会冬眠？对，为什么熊吃饱饱进去，睡一个冬天过后，它就变得很瘦？因为它的棕色脂肪含量非常的高。所以我其实就会建议大家说，如果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忍受16个小时饥饿，或者是我希望我可以减重速度更方便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去选择有这2个东西的高膳食纤维的代餐包，我们用喝的速度最快。那这个洋车前止壳最厉害就是它会吸水。它的吸水率非常的高，所以当我一进我的肠胃里，它吸水胀大了之后呢，我就不会饿了嘛。因为我饱足感非常非常的够。对，所以这2个东西我非常的推荐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迷思，大家都希望说，我减肥是不是不要吃油？对啊，认为说油会变胖但实际上是这样吗？老实说，那个是错误的，而且是近几年被推翻的。是，大家其实会变胖都是因为糖、精制糖，比如说蛋糕、甜点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碳水化合物，白米饭、白面包，或者是然后或者是一些零食，有些人喜欢吃零食，以为吃零食我就会瘦。那其实说实在的，糖这种东西它就是万恶之源。这个东西没有吃，你不会怎么样，但有你没有吃，你就会有怎么样。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，比如说像我现在很年轻嘛，皮肤看起来很 Q 弹，其实因为我表层有一层油脂，所以如果长期不吃油脂，我的皮肤会变得干巴巴的。然后呢，我也会出现一些干眼症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有的话我就会最推荐的是酪梨油。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橄榄油，其实很少知道酪梨油嘛。对，因为第一个酪梨油其实它单价比较高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吃橄榄油就好，但其实它出去看酪梨油，它很特别，它有 Omega 7跟 Omega 9，这个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也是我们台湾人最缺乏的。那同时呢，美国的心脏协会也发现说，酪梨油这个东西，它其实对心血管疾病的效果是非常好，它有保护的作用。那再来呢，最后一个呢就是蛋白质。我们也希望减重的时候呢，蛋白质一定记得要多吃一点，特别是像植物性的蛋白质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对，所以在执行168的时候，如果说自己会觉得饥饿，可以用这个代餐包啦，没错。然后好的油一定要吃，它其实可以把那个坏的油排出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另外就是蛋白质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有人会讲说，那可能是不是就是他比较这抽当没错。然后早餐他不能不吃啊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基本上也有很多抽当然后有一些办公族的，他可能也耐不太住饥饿，他除了早餐说我能吃，还有问我说，那下午茶怎么办？我熬不过那个下午茶，我很痛苦。对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刚刚的高膳食纤维代餐包然后跟那个高蛋白粉，对，那种用豆制品制作成的植物性蛋白粉，然后最好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加大约是5毫升的酪梨油，我们把它打成一杯，然后早上就这样喝下去，它就跟精力汤一样，它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因为有油脂的关系，它非常的可以扛得住饥饿，所以你早上比如说7点喝一杯，你可以一路撑到12点，都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下午茶撑不住，还是会饿的人，没关系，你又再喝一杯，你一样可以撑到晚上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它不太会引起我们的血糖升高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说胰岛素的问题。那它同时呢，还可以帮助我们减重其实变得更顺利。好，谢谢营养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访问这一对姐妹花啦哈。这对姐妹花她们也有执行168，那你们各自啊，像姐姐你瘦了几公斤？我只有瘦4公斤，但是我的体态是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体型都变美了，对不对？尤其最难的肚子都小很多。那妹妹呢？妹妹瘦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大概瘦了11公斤。11公斤，大概多久的时间啊？大概就是半年，用16811公斤，哇，真的很棒就像主持人说啊，减重你是用那种苹果的方式，我也试过，对，但是效果不好，对啊，太痛苦，一直吃苹果很难过。然后168其实可以吃很多东西，但是就烹调的方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说，像姐姐你们家就有那个大厨。对不对？有大厨可以来准备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们可以
提供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餐点是怎样？因为我们很热爱美食，因为小朋友很多，我家有3个女生都在成长期，所以很需要肉，对，因为我们喜欢吃肉，所以我会用我们又喜欢日式的美食，所以我们就会把滑蛋的话就是加水饺，就不是白米饭。滑蛋加水饺，滑蛋的方式，对，冻饭。冻水饺，然后再来就是烤鸡翅，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调味料啊是用很特别的酱油，不是跟外面一般的酱油一样，所以它就是这样子腌制而已，然后就用烤的方式，所以小朋友好喜欢，很喜欢，对，很喜欢，味道超棒，然后又健康就对，对，然后再用好的油去烹煮。那妹妹，那你要推荐的呢？我看你的好像也是水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是水饺，当然单吃水饺是很无趣的事情。那我就是用了沙沙酱，那沙沙酱里面是有芒果，有些水果，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的那个酪梨油加，我大概是加2支，然后还有加公司的酱油，它这样子吃起来会比较有层次感。这样子小朋友都很爱，他们下午的时候回来家里的时候，他们吃的点心就是很养生、很健康的，所以我的孩子也是跟我一起这样子。对，那其实说水饺啊，有些水饺它包的会非常的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你们拿的这个水饺好像是红威的水饺，对啊，红威的水饺它比较注重健康的，对，所以它吃下去是没有什么负担的。然后又加上我们的酪梨油跟酱油，在烹煮方面，像我的厨房瓶瓶罐罐都换成公司的，所以你吃下去之后跟全家人一起吃，其实你就是把健康吃下去，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减肥这么的痛苦。对，所以虽然是168，你照这样执行，还是可以吃得饱，而且吃得健康。重要是你的食材，你选的东西。那其实你们在168刚开始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说，有时候也会肚子饿啊？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一些辅助的产品可以来使用？有用过吗？有啊，我们也是，就像刚刚营养师说的那个代餐，对，也用那个代餐，也是用那个代餐。然后其实，在控制我们比较注重在时间方面，所以我们就是用8小时这之内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吃。然后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吃的时候，他们也习惯，尤其是他们在成长期的时候，其实他吃的量比我们还多。哇，对，所以你们家小朋友也都是有执行168，有。那小朋友会不会觉得说168两餐他们不够吃？不会耶，其实我们就是原本我们是休息的时候不是都是早午餐一起吃吗？对，他就是把这个观念说，我也是早午餐，所以他们营养都是够的，所以就是早午餐，然后跟晚餐，所以控制好时间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身体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。对，哇，所以你们2位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减了11公斤，一个4公斤，然后体态其实现在看起来已经都非常的棒了。你们还会持续继续在168吗？会啊，我们还会持续在168里面，然后带着孩子。其实孩子他们给我们的也很多很多的能量，他说，妈妈这个好好吃，他每天还会说，这个可以加这个，这可以加这个，把我们的食材，公司的食材跟酱油，而且我们小孩有时候吃个东西，他们都要加酱油。不管吃什么水果也加酱油，他说好好吃哦，甜甜咸咸的，好好吃哦。所以他们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吃这样。我觉得执行168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8个小时里面吃东西。那以前旧有的观念可能是我们要忍受着肚子挨饿，然后我们很不舒服，然后讲到减肥都觉得好痛苦，好痛苦。但是执行168之后，我觉得真的太幸福了，因为你在8个小时之中，你可以吃你最喜欢吃的东西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家庭聚餐啊，那家庭聚餐我们吃大餐之后，来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我的秘密。对，你就是要喝这个168的绿原酸咖啡。刚才营养师有说过，绿原酸，对，它可以燃烧脂肪。那你就大概1到2包。大餐之后喝这个，它的效果更好。哇，对，所以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啦，然后又用好的油，喝好的绿原酸的咖啡，然后代餐包也要选对。我以前也吃过那种代餐包，就吃起来觉得没什么效果，还饿得要死，对，还饿的。对啊，所以要挑对了哈。刚刚讲的那个成分里面可以燃烧脂肪，然后可以因为它纤维嘛，会膨胀就不会饿，所以这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产品。好，谢谢2位姐妹花，谢谢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还是请营养师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提醒一下，说如果你要执行168，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应该要怎么做呢？我直接帮大家做了一个总整理哈。是，我找一下我的手板，这边就是我们的168的，直接就是精华了。第一个最简单的呢，我都叫168断食法，是我第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要断食。所以记得168
它就是16个小时之内呢，我不吃任何的东西，是，那我8个小时内我进食2餐。那如果真的耐不住饥饿，没关系，我们的下午茶或者是早上呢，我们就去喝我们的高膳食纤维的代餐包，那加1包植物性的蛋白粉，然后再5毫升的酪梨油，这样子绝对能让你撑一整天，而且能量是非常的满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一定记得要断糖。我们台湾一条街里面至少超过10家的饮料店，没错，每个中午都是大排长龙，大家非常爱喝饮料。我自己本身以前也非常爱喝饮料，然后毕竟我是台南人，台南人毕竟大家都知道空气都有糖分的那一种，是很甜的地方哈，很甜的城市。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努力的学习，我尽量很想喝饮料呢，没关系，去喝无糖的咖啡，或者甚至是有绿原酸的咖啡。那再来呢，就喝无糖的茶。好，记得一定要断糖哈。那再来呢，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少碳水化合物。那大家会想说，碳水化合物是什么东西？其实就是我们的白米饭、白面条，或者是一些面包、蛋糕等等，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。尽量可以的话，能不吃就不吃。那如果你真的嘴馋，我们1个礼拜挑1个休息日，我们来吃个1块的小蛋糕 ，OK， 没问题。对，这样子减肥还会比较快乐一些，不要那么的自私化。对，那再来呢，这边就是高蛋白，我们希望去多喝高蛋白。如果用吃的没有办法，我们用喝的，我们尽量去选一些用黄豆啊、豌豆或者是小麦蛋白制成的蛋白粉，这是最快速又最方便的方法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必须要喝好油，我们去吃好的油脂，就像我刚刚讲的酪梨油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油脂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还要什么？我们还要去喝好水。我们每天，我希望大家去喝多少水？你的体重乘以40cc 的水量。那如果您办不到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去喝体重乘以30cc 的水量，这是最棒的，因为全身的新陈代谢都需要靠水来去做推动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多纤维，我刚刚说的膳食纤维的代餐包，可以的话1天1包或者是2包，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。对，那最重要一点，除了吃要节制之外，我们要控制，还有一个就是多走路，去选择我们符合我们自己足弓的鞋子，我们每天走个40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这样子就整个方法你贯彻它，我相信3个月以内绝对会有效果，有些人甚至1个月就有效果了。是哇，谢谢营养师。好，这8点呢，如果你都能做到的话，应该就是可以轻松的来减重哦。好，那今天为我们观众朋友介绍是168间歇性断食法。如果你再搭配呢好的产品，它要健康，然后真的是品质要好。哇，那应该是会事半功倍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营养师，还有3位我们见证者，我们好姐妹。好，那我们168的这个介绍呢，到这里，来，好姐妹们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加油！对，我们要开始是168咯。好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